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的节目要带大家对桃园中立的体育市场太市中看老市场是得有用的个新想象。接下来还要带大家去到印度泰兰色拉了解土邦人的现况。中立体育市场日本数的旅游的，就算里面有几间，还是有几多店的，对日本数的开多近。上座市场那边有一只太市中。古说蔡天爷路屯体育市场喊做太市中，评论上看赛位韩国太县的购物商场出现的，一个太市中已经没落的。民国100年韩本人刚拼做危楼哦。中立区公所打算明年6月的要提拆卸重建，不过地方议员团体认为太市中有伊个时代意义，地波嘅小店的都有丰富精彩的故事。其实係個有在地文化特色的生活博物館，希望替首長如何冇靠合作過。不過11月30幾日，桃園市文化局同文資委員去會勘，大家都認為一個建築本身冇乜嘅文化資產嘅價值，其公所也堅持愛拆愛規劃做商場。不過談判路已經死死散散呢，規間呢也冇聽錯會多進來，大家感覺希望奈何。要到中立逛街的话，大家都会集合，就是说我们要在大时钟集合。中立的西门町非常热闹。那时候的桃园县的南区最大最集中的市场，所有人你要买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到这边来买。以前的话，从火车站一过来，整条都是这样子，都是摊商，很热闹，很热闹。業票嘅所在咁呢線穿扛棒，航空下到地下室，就各種主流傳統美食，賣菜葉、賣早貨味。航空上係知道，茶行、布行、百貨店、金行、塑料街全都有。我賣菜啊，我賣衫褲啊，你還未簽唔要啊？係啊，我批八字啊，簽唔做嚟嚟你還未看啊？對大家睇下讀書到就村，共到中立體育市場，風險外就當到飛機。這細細時間，係啊，阿公做了去看片數嘅啦，係啊，看片數這我就請阿公了啦，請阿公當有錢啦，拿個錢就做得去買食的東西啦。多元性跟每一家的老板娘有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魅力。講到中立體育市場，暫時條件都記得當到當做好講，也係對日本少當見的市場。有時都學你去炒，跟家當當嘢都的，哦，你市場做的是種，跟邊個種擺個利亞卡哈。呢下嘅建築係民國62年起構嘅，頭講農會就只只太市中，甚至中立人關注太市中來講體育市場，地圖當到老店了，對日本少出塊到幾。阿嬷做到現在，我爸爸一個人就賣60年，然後我做10幾年了啦，我哥哥做3年多，你看一直下來，光我們家就70、80年。小年飯窮票宜嘅財經知道個，專賣農肉嘅派。無論係扛棒也係布白兩條，都當入樓鮮味。以前的菜籽全部用這種東西裝，早期啊，然後還有用那個麻繩那種布袋。先不玩了啦。這個是那個象牙的。象牙做的，然後就是這樣稱。早期的稱那個菜籽啊。對。很多台南的啊，然後台北迪化街的啊，人會來跟他批貨。啊，以前早期在中壢，我們這一家是唯一一家的種子行。行公線轉咗屈，家中兩條硬肉拿出風色合合，地圖搭紅東西都係對新應該祝福。這個叫情意綿綿，這個同心草嘛，同心就是說夫婦同心嘛，啊，這個是薪火相傳，這以前都是木炭嘛。胸間之地步，對面處係50年嘅老布店。它這是什麼材質？絲光棉。絲光棉。對，絲光棉。絲光棉，哦，它這塊布還蠻漂亮的呢。
我们做衣服、修改衣服、做衣服都会用到布，所以我会常来这边剪布然后就是磨剪刀。民生物品地下一百出卖演车，美镇会地市中心里否查头就区，专业动力片是动农业，连年了扶贫的生意，没按钮发展起来。所以当初这个位置，我们很多人想进来买位置，这一个位置一个摊位，等于外面可以买一栋楼房。冻豆该种拉的该老的产业，还有该老店的文化，全部是从大市中第一市场这边开始发源的。民国80年，假期遇到5仔来做刘本冲 KTV 两道，5个做出魔做嚟。台南双天晚会，台麦冲超市一件快了入一件，台西中一件魔从跳过安弄嘅嚟。本单嘅資料，老提下資料嘅攤呢，每日會開咗到期，也係跳價多水嚟，就櫃台辦嘅店呢，都少少起來嚟。就看過表面，沒有進去過。不會想進去嗎？對啊。為什麼不會想進去？看起來沒什麼。就是看起来比较脏、比较旧，然后不会想下去这样看，都经过看一下这样而已。而且像这种老旧的话，当然还是会怕说在里面会不会就是有一些风险在什么之类的，对。旧或脏或暗，其实是大家对外面的那些印象，而他们到底有多久没有确实的进到大时钟了？其实我们大家只要好好的在善待这个空间，它可以跟以前一样的明亮，它也不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阴暗到现在嘛。中拉 K 公所講，台西中的民國100年已經暫停行為了，明年6月會拆體起稿。我們有委託的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去鑑定，再加上它的一個建物那個建材的部分，以現在的標準來檢測的話，像地震啊，或是相關的天災意外的時候，它是有存在很大的危險。公所老攤呢嘅其中現代到起過後，從5位在嗰嘅小簽，部分嘅攤呢已經搬到新民市場，南擺仲得嗰度進來台西種糧。要搬了？对。新民。那你们這邊開多久了？從年輕做到現在啊，公家的東西，它要重建了，那你有什麼辦法？那你不能說你不要建。要建，你看这个都已经没落了啊！看着人家，你看那里面，这个乱七八糟啦。就很可惜呀，但是你说不拆的话，因为这里的人潮也慢慢的已经落寞了。市公所有分配啦，但是他好像都没有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他有的摊位很小，像猪肉摊这样0.8坪。可能都比我这个白铁桌的那个台子还要小，我们要怎么生存？主要係罕見小料理台西種店為到前尾，希望起個後就得嗰度轉來。按照約定期看4號9年。你像有講出車咩啦，你就有毛嘅手續多轉來，這樣來看。原來是從利潤呢一定要手續嘛？差不多是這樣，我50/40唔對用半年。冇法度啊，會使啊，會使財產啊，咩個4年嚟。阿講誒。估價啊。係呢半年做係半年。哦，咁係啦。係講做得半係最好嘅毛。啊，係本來就木板就。你那個較公平輕得多啦。5個故所講，填錯嘅起個南擺先談了做5站，其中從個方式來規劃設計，未為輔導談的轉型。傳統的市場的一個攤位事實上，以安尼啲係體育市場的一個位置來講，實在是冇乜適合的啦。我們可能會比較偏向於像類似這個美食超市的那樣的一個佈置的一個部分。子中以前有好多個百貨公司，但是百貨公司一一的收掉。那如果我們把大子中拆掉，再做一個其實另外的百貨公司裡面也有的東西的時候，我覺得這是要審慎考慮的。究竟我們為什麼需要這麼多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直去崇尚别人的东西，可是我们很少回头来看自己的文化有什么。喺那幾個過後，台南冇法吐槽前度狀內，就本人安排地上了冇出事了，佢就說民主唔會再搞內高官，都當反對。那當初跟我們談的也是這樣子，拆了我們都可以全數回來，所以我們同意他這個計劃跟拆的改變。但是後來就變成不能全部回來，而且有1/3不能回來，而且是1、2樓給拆了。那我們就剩那3、4樓。其實慢下來，只要把它能夠營運起來，能夠把它熱鬧起來，安尼從繁榮。安尼攤商也有青島，也年紀也輕大了吼，有到70、80歲、60、70歲也真多啦吼。未來呢，佢係唔係還要繼續做一啲行業？安尼咧冇講清確啲啦吼。最終上天嘅解股會特強點協商，特定穩行，才提議穩團體都唔盼得台市做模特，希望用長出好，唔是過氣。大時鐘第一市場，它代表的是中壢文化的根。那我們發現這邊其實很有變成就是生活博物館的一個潛力，發揮它的特色，變成基本上就是中壢的一個品牌或者是文化的商品。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違規不好上面的樓層不行的，你把它拆掉。我們現有的1、2樓，你去做維修、整修，那我們都可以回來，這是最滿意的答案。五個公所建設會留填出嘅拆鐵，而分開提建議，其實講危險，用為有係談呢，啲啲做安動嘢嘅生理咯。而為台市中係拆鐵，路點乜嘅方法，咪聽人除為冇聽人，仲拉嘅歷史除為其他高。成年人來講，無論拆或唔拆，要一個好嘅會個嚟做生意，要貴婦太細，很難創造。就算填出嚟拆，也希望能解氣口，為多推幾道上，下下會上到財鐵嘅股、財鐵嘅產業，唔係通下到，就講為了求嘅拆鐵或先界，哎喲，仲冷意。